大家測驗加油！加油！2C 班測驗努力溫書，加油！C 測驗加油，溫習加油！努力上理上測驗老師加油！3A 測驗加油！姐姐加油 ！Try your best to lock it up！ 各位同學努力，加油！加油！各位同學加油！測驗加油！所有同學加油！所有不循嘅同學加油！師長同學加油！俾不循人加油！俾同學加油！各位不循同學加油！耶！各位不循同學加油！各位同學同埋我班4D 班加油！是加油 ！2B 班測驗加油 ！2A 班加油！大家測驗加油 4C 加油 ！And never give up on your future goals.！C 班加油 ！2D 班加油 ！2C 加油！校長、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午安！歡迎大家收睇不循快訊，我係小主持3A 班呂康晴，我係小主持3A 班陳信希。今日由我哋2位小主持為各位同學進行本學年第5次不循快訊，好高興同大家見面。信希，你知唔知道今年係乜嘢年？我知，今年係馬年。係啊，今年係馬年。我上次畫咗個好靚嘅馬年2026圖。我仲記得係中華文化日當日，我哋學識畫呢一個又靚又容易畫嘅馬年2026圖。當日中華文化日都有好多活動。咁不如我哋而家欣賞當日中華文化日花絮短片，去片。
改善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！我們一起。當日大家都樂在其中。而家讓我為大家預告3月至4月將舉辦嘅活動。3月19日至3月24日，小1至小5下學期測驗及小6報分試。3月27日復活節崇拜。3月30號至4月2號小6境外交流活動。4月1號至4月11號復活節假期。今期不循快訊就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